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2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天气会较拗热，嘛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咱做伙来看云图。目前低气压伫咧台湾东边的海面，今仔日甲明仔载这2天会挖进咱台湾，所以各地天气是无啥稳定。也若东半部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公雨。 西半部有当时会出日，有当时会落雨，过道是较会上大雨。日时的高温差不多是咧32度至34度，提醒民众水都爱加啉寡，避免着沙。这届凯美风台伫咧台湾是造成袂少的灾情，今仔日阁有低气压挖进咱台湾。虽然气象署是认为讲变做风台的机会是无大，不过这嘛互代替修理东部干线可能愈困难。 目前北回线河仁到中潮这个路段，拢也有土石会放落来。也若伫咧东正线按算8月初3才会通车。另外，伫咧金门的航空站，27个时阵有袂少游客等要坐飞行机，不过却受游客等甲心狂火倒，竟然举椅仔甲柜台人员全然埋落。 金门航空站透早有200多人候补登机，因为风台延误行程旅客未少。日前发生一个旅客好亲像等伤久，摕塑胶椅等去柜台人员遐入营，声明绝对无用任何伤害员工甲作业安全，若无理性的暴力行为会依法处理。丢椅子那个只是后面的，前面还有人拍桌子的。人是他等太久了，这情绪就失控了。 因为凯美风台过境停4天的东港琉球交通船28总算开船，透早东港码头人去，因为外围环流的影响，海上也有长影，为了安全慢速行驶，航行差不多40分。天来的客人蛮多的，都是以前几天台风延期居多。天气好天，代替出动工具机甲人员到中德甲河仁放落来的土石已经要甲电车线边悬，估计有2万方土石爱清理。本来预定29抢通东正线会延误港到8月初3，因东部路运需求，航港局协调新大马轮，即马开始连续3天，逐天一班往回苏澳港甲花莲港载客，载客顺利所运52车386人。 前往花莲，会场有600多人，差不多客满。新台马轮呢，它这个乘客人数呢上限是642个人，然后小车可以载45辆，或者是大车18辆。凯美风台已经离正远啊，刷来阁有加压大挖进台湾。气象署评估拜1至拜2阁有局部大雨，也未当完全排除阁有风台形成。记者综合报道。 这个风台造成台南、高雄甲屏东的沿海有9只货船沉去或者是靠搭，目前是无大量漏油污染的情形。不过海巡署嘛是要求业者都要赶紧把船底油抽出来。也若伫南海公路是酸长甲真正力，山区有的路到今是还未通。交通部讲会先拍通台东迄边的路，互居民会当先为台东落山。 趁好天，大型工具机甲工作人员全力抢修。南回公路高雄这边民霸客路桥、铁便桥捡大水冲毁了后，福兴拉夫兰甲梅山三步路对外交通受到阻碍，也是中断。山区沿路路桥不断搁积水，高雄市长陈其迈甲交通部长李明安前往视察，只是先抢通台东这边的道路，互居民会当先为台东这边落山。溪底便道要抢通，要搁等3礼拜。会先针对复兴山里。 以东的部分，先在3天内把它抢通，让里面的大概有500多位居民，不至于形成孤岛，它可以往东，有一个连外的交通跟通行哈。你现在又没水没电嘛，没电大家有发电机的又要下山买油。凯美风台过境造成9只货船伫台南、高雄、屏东沿海沉船也是吊船，透过无人机画面会当看到有50吨轻油的丰盛800货船车去，船顶货柜拢落落海，海巡加派无人机巡逻，也无发现海面有货柜，因为船只拢无伫上港区，由海委会整合相关单位应变，9只货船拢总448吨油料，目前无明显污染。现在一直在抽油，进行抽油的作业。那后续当然要抢着在天气好的这段时间，赶快把这些油先抽掉，才不会说造成二次污染。凯美风台这么侪雨量，河南台湾的养殖业损失严重。农业部会同相关单位再去到高雄嘉定路地勘采，迄边真正当地桥路桥新建工程占1/3的负路，这个这个邦报是认为属实。
施工期间跟降雨期间这边没有做好，造成看起来这边就阻塞住了。当地差不多40公顷的鱼温拢淹去，鱼损破千万。渔业署已经甲各县市政府进行灾损认定作业，承诺渔民无论是天灾还是人为地属灾损，中央拢会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风台造成嘉义真济所在发生水崩山，其中伫159架线光华2号泵坑，嘛因为风台规个崩起。目前县府甲立委是有去会勘，嘛讲要甲中央来争取经费，希望赶紧甲路修理好势。原本会当双边通车的公路，因为风台崩山的关系，路边毋是石头，就是倒去的树仔。嘉义县政府28载是会动环路乡公所、嘉义县议会甲立委做伙伫来山区的159管道会勘，了解一目前的状况。风台实在太大了，所以电火条拢断去。扭断去了的时阵，所以伊要入来接的时，伊个工程车要入来，嘛爱有咱的大路会当通。大路通，因为这边算做一直豆豆对外口遐一直用做倒入来。159管道连接环路甲直街，进前伫28公里的所在，就常常发生崩山。即个阁因为风台，毋但沿路拢有崩山的状况，甚至接近直街光华2号泵坑嘛因为土石流崩去。县政府除了统计目前的损害，嘛要请中央政府来协助处理。各看在现场发现光华隧道有中断，那中断内容呢也有发现部分坍方了，那需要我们县府还有我们公所这边来积极来抢修。整个灾情过后，有一些需要跟中央争取经费的，那去做复建的，包括去做相关的这些积淹水的这种检讨的，我们都会把它整理出来，向中央争取经费。嘉义县建设处表示，即个风台伫环路甲直街山区路边青沙河边的雨水，除了崩去的泵坑，路边的安坑嘛有必损，公路阁有10外个所在有灾害。初步暗算修理的费用要9100万，会配合中央甲专业单位改善这条公路常常崩山的状况。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各位乡亲，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台电按算伫咧基隆水产动植物保育区起第4天然气接收站，规个改善环评失败了后，甲填海造地范围缩较细。基隆市政府认为讲这是新的计划，所以将市长林佑昌任内核准的开发动意书都无效期，所以要求台电搁再来申请。那台电是以旧计划唔免新的动意书来提起诉愿。农业部撤销贾国良市府的处分，专案登去到环评阶段。来看自由时报，今嘛厝价是贵三三，贷款爱排真侪年，最近真多民众买厝都爱面对问题。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全国买厝的计数已经连续26季超过1000万。全国新增加买厝贷款的年限更加是连续27季超过20年。再来看中国时报，2月14金门顶船的这个事件，两方原本定伫24要伫金门签署共识书，而且甲两个中国军舰的遗体交予中国。不过因为风台来，所以延期。今嘛决定30会按原定的计划继续来进行。根据了解，共识书会以较忠诚的词来取代恶意弄准的这个讲法。咱两个罹难者的家属，嘛摕到代表680万的抚慰金。继续来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咧东协外交部长会议，就台湾甲南海等等的议题，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来对话。布林肯对北京对台湾不时咧起无抗这个行动是感觉真烦恼。虽然两个人同意讲应该和美中军事交流持续有进展，不过中国军机甲军舰因为风台来4天无来乱，昨昏透早国防部是又搁侦查到12只。先握手表达友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7日了国，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东协外长会议场边进行双边会谈，针对南海台湾议题进行对话。布林肯对北京最近伫赖清德总统就职了无偌久实施全岛封锁的军事演习的挑战行动表达担忧。As we take stock of this affirmative agenda, we also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challenges to this shared vision. The ongoing and heartbreaking crisis in Burma, or the PRC's escalatory and unlawful actions taken against the Philippin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布林肯伫甲其他国家会谈的时阵，针对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冲突以及俄国入侵乌克兰、北韩核武这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两个人同意美中继续军事交流。不过，这届会谈，王毅阁讲，台湾不是国家。风台过了后，国防部2早起阁查到12架强机，其中10架飞过台海中线，国军严密监控。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计12架次出海活动，其中10架次逾越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我北部、中部以及西南空域。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中方就本次会晤发布的新闻稿中，再度针对台湾发表种种乖离现实的谬论。外交部对此重申，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咱外交部反对王毅讲台独甲台海和平无法度共存，佮讲国际民主社群已经真侪改表态，台海和平稳定甲全球的安全繁荣关系真大，并深化甲理念瓦近的国家合作，促进印太和平。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以哈冲突到当时还未收煞，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煞是愈来愈严重。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去互真主党用火箭攻击，其中有一个脚球场，包括囡仔甲青少年，拢总造成12个人死亡。即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是大声呛讲，绝对要互真主党付出相当的代价。空袭警报了后，就是飞弹爆炸的声，一个攻击的脚球场铁丝网严重拐起，边仔阁有火痕，避难所的外墙阁有飞弹碎片爆炸的痕迹。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当地27暗时，一个脚球场受到火箭袭击，造成伫现场踢球的儿童甲青少年被负闪片，真侪人死伤。بتشوف الموقع الانفجار هو يعني صاروخ جاء بشكل مباشر على ملعب الفوتبول. ممكن انه الواحد يتوقع شو اللي صار انه كانوا عم يلعبوا فوتبول سمعوا الازعكه يجوا على الملجا على المحطوط حد الملعب الشغله عبال ما يوصلوا للملجا بتاخذ لك كم ثانيه يعني 10. 这个攻击造成至少10外个人死亡，死者年岁拢伫10岁到20岁之间，另外还有29个人受伤。事发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攻击，造成包括真主党的武装分子拢总4个人死亡。所以脚球场受到攻击，互以色列认定是真主党做的。虽然真主党火箭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有关批评真主党，佮讲要互真主党付出代价。 מאז שהותקנתי באסון אני מקיים התייעצויות ביטחוניות רצופות. הנחיתי להקדים את שובנו לארץ. אני אכנס מיד את הקבינט הביטחוני עם הגעתי. אני יכול להגיד שמדינת ישראל לא תעבור על כך בשתיקה. 除了以色列甲真主党的冲突，以色列日前嘛空袭加塞中部城市第二巴拉的一间学校，造成至少3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讲，这个空袭是要打击秘伫卡迪加学院内底武装组织哈马斯的司令控制中心。佮表示，伫攻击之前已经发出通知，警告当地民众去避难。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今仔日国际上还佫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美国、日本外交部长甲国防部长2加2的会谈，昨昏伫咧东京举行。讲到中国是上大的战略挑战，要甲驻日美军升级，新设统合军司令部，扩大任务甲作战的责任。然后美国甲日本这两国嘛各一概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昨昏伫更高民主共和国的首都，有举行一场3万人来参加的演唱会，不过不幸发生人打人的事故。 至少7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来关心进前造成咱台湾中南部真侪水灾灾情的凯美风台，登陆中国了后，虽然是减弱做热带性的低气压，不过中国还是算长甲真正力。除了造成福建70多万人受灾，伫湖南发生水崩山，有15人逢外台死亡。镜头转来咱国内。 这个凯美风台造成的大水祸是严重损断中南部的菜市，真侪菜市进水拢烂去，无法度收成。最近菜有可能就会较贵。然后农粮署预估，这绩效若要稳定，都要20天的时间。所以为即时开始到8月初5，农粮署甲全台湾的卖场合作，推出高丽菜优惠的专区，要互民众来买。
海绵风台离开了，传统市场一早起人真多，算盘跌甲正正的一寡家庭主妇发现，风台过了，菜拢变贵，尤其是关山高丽菜，一斤是起到65块，买袂落手。是一些那个叶菜类的。贵大概多少？哦，不止1层哦，可能要1层半以上了。根据台北龙山运销公司公布上新的批发介绍，二倍的蔬菜类是以绿芦笋1公斤370块上贵。菜色的甜大东虾、加白笋、青葱1公斤也拢到200块以上。高丽菜是1公斤47，比前一天68块小可有半。为了要防止业者有关计销，农粮署也甲全台湾的卖场合作，自这么开始到8月初5，伫咧杀高丽菜优惠专区。青菜还是要吃啊，没有办法啦。对，所以我觉得那么台风这种灾损也是很正常。我觉得可以 OK， 因为我觉得它有机的，而且比传统市场便宜。受到风台加降雨的影响，中南部蔬菜产区伫第期的供应量减少，农粮署估计至少才等20天了，菜价才能慢慢回稳。大概3、4个礼拜就可以进入复耕了，半个月过后，应该菜价会逐渐稳定。农粮署强调，伫热天遍地高丽菜较少，佮加上关山的高丽菜因为交通无法度过，无法度运落山。才会造成短期计销一直起，因若叶菜类中南部的产区复耕至少要20天，建议民众即卖当加减一寡菇类、根茎类来代替，同款是好食、营养又阁省钱。记者综合报道。毋但是菜色尔，即届风台伫中华嘛有真侪水产，还有果子园甲鸡条拢做大水。初步估计，规个中华农业的损失是超过3亿。而且有农民抽水已经抽2天啊，是拢还抽袂达。嘛有地甲规路的稻草是先清都清袂了。海比风台回南的水汽，造成中华侪侪农田做大水，甲离期稻作收成了的稻草拢冲去大路顶。保盐乡公所即几天接到侪侪民众通报无用清稻草，嘛有民众反映遮尔侪稻草毋知影要安怎处理。因为淹水才浮起来嘛，浮起来有诶浮伫路诶，咱就是咱公所这边来处理。若私人诶咱会叫咱诶清洁人员去甲伊摘断。挑到民众家里，然后民众扫出来就直接当一般垃圾丢掉。你伫咧挂丢啊丢，拢拍甲水水啊，你要甲更深处诶，就把些晒。除了农田做大水，福庆乡的果园嘛是淹几片，有诶是结果已经开始落果。农民预估这一期的收成可能会减少1/4，花龙果的部分目前也看袂出损失，会当慢的就赶紧慢。有当时咱看表面是袂准，可能要2礼拜、3礼拜了，你才看会到伊影响。百香果的部分伊就较紧啦吼，因为百香果足惊水的吼，咱即马百香果遐还搁咧浸水的吼，所以即马应该抽出机还搁咧抽。果农表示，这边风台合作产的损失惨重，毋望民众加支持在地农产品，对因就是上大的帮助。若中华县政府初步估计，中华整体农损超过3亿，目前已经全品项纳入现金救助。南中华地区饲猪场甲饲鸡场同款淹水严重，农业部27暗时紧急公告第2波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中华县畜牧全品项拢有现金救助，为28即天开始到8月初6受理申请补助。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高雄有真侪所在，因为即届风台来淹水是真严重，而且这2天啊，真侪民众嘛拢赶紧咧拼厝内。有千外栋的家具甲粪扫，或者清洁人员是强要收袂离。另外，这个月月初才打恢复专线通车的阿里山林铁，真侪所在因为放弃，所以到8月底进前是暂停营运。规条路沿路拢是清刷的粪扫，也有家具，毋是收粪扫时间，粪扫车也是伫林武区四界走。风台和高雄真侪所在淹水，当地上深引到大人有接悬，浸水的家具和清洁人员是真无用。这一次是因为海水倒灌，所以满潮。那我湾内里是住在狮龙溪还有曹公郡的旁边，所以这2个地方呢都议题。湾内里近3天连续启动100人次，车辆50车次，今天会把全部湾内里清理完毕。高雄第25、26 2天，各区清洁队总共出动1865人次，车辆机具419台，清出大型的树基粪扫，也有浸水的家具废弃物1432栋。还有4栋积水大楼，要拼暗头进前水拢排空。
大洲区通鸟里有徛街拄着土石流，一个外劳看护掉伫内底7点钟。从上面压下来，这2边都全部都压垮了。外劳刚好压在这边。台南相关受创真严重，炭火天民众整理家园，公部门是沿路来消毒。有的地方还有家具的部分，还有一个抓斗车。我们希望快一点把家具的部分也回收，然后把垃圾也赶快把它清走。那清完之后，我们还会做路面的清洗，之后环保局还会再帮我们做一个户外的一个消毒。近15年，这个月初，才全线通车的阿里山林铁也受创严重，全线89个所在树仔倒去，土石崩落，互林铁宣布8月底前暂停营运。旅客1年内会使专业来退票。嘉义县反路享受民众4天前去看排水公路失去电路，无排除落入去大排，警消也伫找人。记者综合报道。这个风台内因为做大水，不少民众的车拢浸水，都要拖去修理。不过有民众讲，伊故是甲车拖去维修厂，都要1万块。消保官讲，业者若是违法或被绑架，至少会当罚5万块。不过业者讲，浸水的车甲一般的车情形是无相像，所以介绍才会无共款。对2号淹水到即阵，随着积水提起啊，民众将有甲浸水的车送去修理。礼拜下晡开始，一台拖吊车等伫大楼边啊，一要介绍讲好就甲车拖走。不过有传出有人指控讲，部分的拖吊业者是乱划价，吊一台车开2万块。有啊，我们那台100多万淹了啊，停在我们对面那台特斯拉，我们里面其实很多好车。如果有业者哄抬价格超出行情。一定会移送公平交易委员会来认定跟处分。市府讲，经过了解，浸水的车有特殊的机具设备的需求，收费比一般各种的车拖吊较悬，也证实有部分拖吊业开价明显比平常时行情较贵。呼吁业者小心的违反公平交易法，用罚5万到2500万。我今日去拖吊，我落去水里内面，我已经检查我的电啦，我出来我也打无动，一款病仔0有3岁拢会水嘛。水，你就是之后你就这样开轮轴保养嘛。这一款物件拢是看袂到。其他拖吊业者是讲，正常拖吊一摆介绍大约是2400左右，地下室也是浸水车属有特殊作业，爱另外讲价。因为会有设备毁损的风险的成本，市府就减少灾民负担，也提供浸水车拖吊补助。地下室浸水车上管补助一台是5000，边边上管补助一台是1000。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个真出名巧克力豆的牌子高迪瓦，最近是爆出有一个员工，那亲像是因为风台天爱上班，心情袂强，伊就甲人客头翕相，佮传去伫网络顶咧骂，甚至甲人客纠缠。消保官警告，伊即个行为是已经违反个资法。也那业者嘛有出来回释咧，嘛强调已经有严格处罚即个员工，嘛会加强教育训练。有网友伫社群平台讲，有名的巧克力品牌店员，敢若因为不爱风台天爱上班，竟然直接伫柜位偷翕人客相片，也上网发文骂人客，引发外界议论。这是公司的问题，不是客人的问题啊，不应该这样子。私下抱怨就人之常情啊，但是如果再把它抛出来，类似像公审那样就不太好。原来20号迄天全台放风台假，也毋过台北市万东百货星期A13宣布下晡照常营业。其中某有名的品牌贵为正伫举办活动，即要消费者加入官方来好朋友，就在现场得到2粒巧克力。无想到这个店员敢若艺术不搬风台天爱上班，竟然无顾到人客私密偷翕相片上传到网络，也发文来骂人客。对此，消保官警告，这款的行为已经违反个资法了。如果利用个资的行为是以损害他人为目的，这已经是违反到个资法，民众可以依据个资法第29条向法院提出请求损害赔偿。对员工不当行为，该公司伫官方网站发声明，讲这个员工已经受到处罚，并且叫伊宣导不当言论，也加强教育训练。对员工的不当行为，感觉是真失礼。消保官是强调，台北市即阵还未收到相关消费的申诉，建议业者开始做好员工教育训练，避免相关无友善的事件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扫过了后，真侪所在是拢烟烟火火，真侪人拢伫病厝内。不过，伫台中有民众，伊是徛伫8楼悬窗仔门的外口的平台咧切玻璃，而且分尸顶是完全拢无把安全的措施。劳检处接到检举了后，有随去现场检查，不过人是已经落来啊。嘛提醒民众，
拼出来也是爱注意安全。风台拄离开，一名妇人人徛伫咧大约8楼悬的窗门外口切玻璃，身躯无任何防护措施，全程拢向人翕落来。台中市府27号接到民众检举，南屯区文心森林公园边一位徛喺大楼出现真惊人的画面，赶紧派员到现场落检。未少人认为真危险，应该委托专业的人员。这样很危险，因为没有什么安全措施啊。这个不小心掉下来，生命呢？应该请那个外面那个专业的，人家有那个吊车。今年1月，高雄市三民区有一栋23层楼高的大楼，被民众看到有清洁人员徛伫咧21楼外墙外口，伫咧切玻璃，无穿安全防护措施，去劳工局开罚。小型的事件真多，台中市劳检处是强调，疑似是住户或者是住户家己请其他清洁人员来切玻璃，派员检查的时阵已经无作业。本处派员检查后，该社区大楼的物业管理公司表示，假日期间是不会派员到现场施做相关的工作。住家这个屋主自己雇佣的人员在从事相关清洁的作业。本处劳检时已无该项作业。徛街大楼管委会拒绝对外说明细节。市府是表示，这栋大楼禁止施工人员伫咧拜六礼拜施工。大楼物业公司的公告要求住户注意清洁人员作业安全，禁止无安全防护措施伫咧外墙作业。记者台中报道。即马伫咧路面会当看到有人哪行哪飞手机啊，为着要降低过路人伫咧路口发生交通的事故。台中市北区一个路口试办豆影色的青红灯，甲灯号倒写伫咧涂骹的，就算头咧咧，嘛会当知影即马是啥物灯号。针对这点，真侪民众的看法是无啥共款。也若交通局是讲，效果若是袂歹，就会扩大来推动。涂骹一条红色的光影挡伫咧花条线头前，路口一个变青灯也随伫咧变色。台中市北区学士路甲建行路口暗时试办豆影色的青红灯，民众对此无同的看法。如果像我们推小朋友啦，可能不会一直真的这么前面会看小朋友啊。如果刚好有看到，也许是算还不错吧。我觉得还好，对我觉得普通，因为我觉得可能没有很明显，对啊。而且如果他真的要看的话，直接看红绿灯不就可以了吗？日时来到现场，学士建行路口附近有中国医药大厦、中友商区、演艺场所、中山堂，人甲车真多。台中市交通局为着让过路人甲开车人会使伫暗时看清楚交通号志指示，头一摆试验伫过路进前的涂骹使用豆影色的青红灯，维护成本比传统地面色的灯泡较低。也要烦恼讲，修路靠堵路边，试办几个月，路口的事故有下降。晚上的时候，你在滑手机什么，你只要看地上就不用去看再抬头去看那个红绿灯啊，是多一个选择，还不错。装了之后4、5个月，那的肇事率也比较少，有降低啦。如果成效是好的，或者是技术层面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我们当然会再扩大办理。那当然，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商圈行人比较多的地方，我们希望说行人比较多的地方，商圈能够优先来处理。交通局讲，豆影设备电源甲青红灯是同一电线，上架伫这路口试办大约半年，交通事故数字也伫统计。若成效良好，未来会伫台中商区的路口来扩大办理，方便民众来看清楚交通号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基隆市长赵国良向罢免的这个案，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2白去基隆，甲赵国良斗乌烟。伊强调讲，是有一寡民进党的政客为着家己的政治路，才会遮尔恶质去讲罢免。也若支持罢免的团体是持续伫咧行路，甲民众安怎回应基隆市选委会寄的罢免查询单？强调不希望行政机关的无中立，至少从基本都要行向司法的程序。看到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来到基隆的国会改革说明会，听基隆市长谢国良，支持者拢用热烈的呼声甲欢迎。因为罢免谢国良的铁量行动持续伫进行，连胜文2白特别到基隆听伊，强调反对政治目的进行恶劣的罢免。以政治为目的，这种恶劣的这种罢免的行为，因为这个并不是为了基隆人，也不是为了基隆的未来，而是为了民进党。而是为了某些政客的未来才做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当然要站出来反对。现在到未来的选务都要花好几千万，我们只是匡列部分的预算，应该没有说它的明确的
用目的我觉得可能讲这个话的人是别有用心。对于是不是偏离基隆选委会25000份罢免查询单的预算，谢国良是讲经费是要做未来选务使用。另外一边，铁量团体持续伫街路教民众安怎恢复查询单，对于谢国良的回应无认同，批评讲这种预算的偏离方式凸显市政无严。这边也要请谢市长好好的去思考。如果今天其他市政是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去做编列的话，那是不是代表基隆市政府在整体的运作上面是非常的松散？就是依法中立来做第2阶段的查询作业。至于份数，我们不能告知。对于8月7日是不是恢复查询单的最后一天，铁量团体是讲，基隆市选委会用无恢复查询单等3度9段样态，无希望行政机关的无中立，地事到尾都要行向司法程序。基隆市选委会讲一切中立，依法进行查对作业。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刊榜，咱来看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耀，伊甲伊20多年来学术的论文整理做一本新册，叫做《台湾史论集》第1集。8月7日，伊就要退休啊！伊讲伊要拍拼救台语、救台湾，希望透过论文集，让大家为台湾主体的角度来了解台湾历史。台大历史系教授周婉耀自2017年开始在学校用台语教台湾史，伊也写过侪和台湾史相关的著作，比如《少年台湾史》、《台湾历史图说》等等。今年6月出新册《台湾史论集1》，这本册主要是甲周婉耀20多年来的学术论文做一个系统性的整理。出版社伫7月2日办新册发表会，嘛打算明年推出论集的第2本。然后以台湾为主体来思考，来看咱台湾的过去这是看咱台湾过去思考未来啦这是真困难啦这个论文集会当讲代表我过去20几年来的这个找找的这个算讲自我的算讲一种追求啦追求台湾的主体性的过程。周婉耀指出，战后针对台湾史的研究，伫咧长期中国统治之下受到真大的限制。长期以来，历史教育总是伫咧中国历史脉络当中去呈现台湾历史，和台湾的主体性受到真大压制。周婉耀希望透过这部论集，带大家徛伫台湾主体的角度，对海洋史来看台湾。伊认为爱生活家己的根本，安尼才通正做世界人。中国是大陆型的文化嘛，华语讲封闭啦，甲闭锁安尼。咱未来一定爱个向咱向海洋向世界这个算讲开放接受外来好的物件但是咱也是一直爱徛伫台湾的立场啦。周婉耀伫今年8月初1就要正式退休，伊讲退休以后要讲台语，也要讲台湾，毋望对动态的台湾建国甲静态的写册来做，徛伫台湾主体性的角度，互大家来了解台湾史。记者卢长如、柯炳哲台北报道。新竹县文化局举办艺术活动，找布袋戏剧团用台语、客语甲英语来搬戏。新式个趣味的表演，互大人囡仔哪看戏会当哪学无共款的语言。你到底是谁？唔知是我。趣味精彩的布袋戏，囡仔看甲真认真。不过全台语的演出，有囡仔讲听了有淡薄仔吃力。看得懂吗？如果有在上面有字的话，就可以看得懂。那有时候会讲中文，所以听得懂。你会不会觉得台语很有趣？会。有家长感觉这是互囡仔接触台语、练习台语真好的机会，也当教囡仔学台语。用看伊的方式哦，囡仔来接触台语，你感觉安怎？安尼上好啊，因为安尼学较紧。因为都是用闽南语嘛，会讲出一些非常我们平常听不到的一些俚语，那就会想要去学习这个俚语。新竹县文化局礼拜举办亲子活动，邀请一个布袋戏剧团，除了台语，也用无共款语言来搬戏。
有台语、客语、华语，甚至有英语。台湾的传统掌中剧团都是以台语为主，但是呢，我们新竹县的确有非常多客籍的观众，包含大朋友、小朋友等等。所以今年度呢，我们总共有6、7团不同的偶戏团队，有台语的，有中文的，也有客家的呈现。我们期待在这个当中，借由不同的语言魅力来呈现不同的表演的形式。文化局表示，短短规下晡的活动，虽然讲无法度会晓讲、会晓听，不过对囡仔来讲是一个真好的语言体验。记者朱君豪，新潮报道。那讲到法国人，一向拢是互人真优雅的印象。在因民众的生活当中，为小借妹、社交、开讲，甚至是食饭，拢都要遵守无共程度的规矩。而且社会阶级愈悬的家庭，因礼仪的教育嘛愈严格。咱做伙来了解。在街边下巷内底餐厅，亲人朋友坐伫外口啉咖啡、食点心，是法国巴黎街路典型的景色。这是因的日常生活。啊，不过伫外国人眼内，煞计一种讲袂出来雅致。这种风格，无的确是为细汉就有的礼仪教育。Oui, c'est vrai, il y a la French attitude. Oui, ils sont assez polis, assez courtois. Attendre qu'on nous interroge avant de parler. Bon, c'est des adultes qui avaient d'abord la parole et puis s'ils nous posaient une question, on avait tout le temps d'y répondre, de réfléchir à ce qu'on allait répondre. 讲话时阵眼神交流，握手时阵额头适合，这小细节是法国人被教导的基本礼仪。在家教较严格家庭，餐桌礼仪，佫能展现出一个人的社会阶级甲生活水准。Un peu choquée quand j'étais allée chez une amie qui a une famille un peu aristo. Il y avait vraiment 4 fourchettes, etc. Donc je ne savais pas comment m'en servir. Et après on m'a un peu expliqué. Et en fait il y a vraiment toute une culture aussi derrière et des attentes. Donc ouais, ça dépend je pense de ta classe sociale aussi. 看无共款大细杯盘甲刀啊签啊，法国人食一顿饭爱讲究的规矩袂少。除了餐具有使用顺序，食饭时阵也一细喙一细喙来食。若要开讲讲话，也有其他的规则。J'attire l'attention sur la manipulation des couverts. Ok, c'est vrai qu'on change souvent de main la fourchette pour pouvoir prendre nos morceaux de pain par exemple. Attention à ne pas les pointer en l'air. Et que si on a besoin de discuter, de parler avec nos mains, on les pose sur l'assiette. Et là, on va pouvoir parler par les mains. 法国礼仪专家认为，这看起来复杂的生活基本教条，实际上提供行为的依据。对法国人伫任何情形之下，都能保持镇静，展现出轻松甲优雅姿态有帮助。公司新闻杨冠编辑。来看英国餐厅杂志，每一年都会选出全球上界少到的50间餐厅。像今年的冠军是伫咧西班牙加泰隆尼亚的一间创意的餐厅，因以真特别的菜路，也佫有独有的装潢，这个是摕到头名。加两接即入去金色的海藻酸粒内底，加两啉包掉咧，再佫放入去海藻酸粒内底，等伊见冻成做两形，再佫放入去水内底培养。这间位伫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巴塞隆纳的创意餐厅 Desfortaru。今年获英国餐厅杂志评选成做全球上好50个餐厅的第1名。Sin duda alguna, en estas últimas ediciones o desde que se creó este premio, han habido muchos restaurantes catalanes y españoles, ¿no? Esto es muy importante porque te das cuenta de la fuerza de la cocina española, ¿no? Desfortaru 伫西班牙文中的意思是享受。这间创意餐厅伫2014年年底开业，2016年就摕到米其林1000的肯定。2017年得到全球最佳50餐厅的米勒最特别关注奖。2018年将做米其林第7餐厅，伊个进行将做全球最佳50餐厅的第18名，也伫2022年甲2023年分别将做全球最佳50餐厅的第3名甲第2名。即摆得到全球最佳50餐厅评选的第1名，评选网站有了讲餐厅菜色非常有创意，甲真有想象力，也掌握无人比得到的技术，甲真趣味烹菜方式。加上餐厅内底装潢、大泰鲁甲花砖的艺术设计，是以地中海建筑特色。草花啊花砖为主要元素，分做酒吧、灶骹甲食物件所在，总共3段式的设计，呈现出3种无同地中海建筑的风情。然后评选的网站是真娱乐，伫餐厅食物件会用得到一生难忘食饭的体验。
La agenda y todo lo que en el día a día nos ocupa nuestras horas de trabajo, pero en el momento en que nos dan esto, al final fue un vacío enorme. O sea, en ese momento te quedas a cuadros. En eso hay que agradecer a la organización pues, que fueron capaces de mantener la sorpresa hasta el momento en que se pronunció la palabra disfrutar. 另外，餐厅赛主要总决赛拢把是过去侪年有伫全球世界50餐厅吊顶的斗牛犬餐厅的生涯，到底接受真侪总决赛培训，并且伫斗牛犬餐厅总决赛的指导下学着煮食美食的方式。三人也对2012年开始共同来创业，经营3间的餐厅，研发创意料理，包含结合普及技术的鱼卵酱制胖、加甜的点心、海鲜是翅龟啊。Desde que hemos tenido el premio, la verdad que el tema de reservas pues ha ido increciendo, es así. Si antes teníamos a lo mejor unos 7 u 8 meses de lista de espera, pues ahora llegamos casi al año en la lista de espera. 原来，这个全球最佳50餐厅评选22年来，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的餐厅有8年拢摕到第1名。这间餐厅的经理讲，得到全球最佳餐厅了后，也让客户对餐厅的期望变得非常的悬。这也让已经有75人餐厅团队感觉到更加大的压力。公视新闻，陈世东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天气啥款？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